各位早晨，時間嚟到9點鐘啦，繼續香港早晨時間。先睇下大家，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同埋雷暴警告都現正生效。預測係吹強風至烈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高地間中係吹暴風，海面有大至非常大浪，有密雲同埋狂風驟雨同幾陣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約27度。展望咧，聽日仍然係會有狂風大驟雨嘅，咁隨後1、2日咧風勢逐漸緩和。睇下今朝嘅新聞提要。尤特喺日間最接近本港，天文台朝早將會維持發出8號信號。超過200班嘅航機受影響，唔少旅客滯留機場。馬英九由美國轉到海地訪問，否認係進行金援外交。咁先同大家跟進下風暴消息。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仍然生效。強颱風尤特目前集結喺本港西南大約270公里，預料係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6公里，移向廣東西部沿岸。咁隨住尤特靠近本港，本地嘅風力會繼續增強，南部吹烈風，高地間中係吹暴風。按照依家嘅預測路徑，尤特喺日間最接近本港，會喺香港西南大約250公里外掠過。天文台預料朝早將會維持發出8號信號。按照現時嘅預測途徑咧，尤特將會喺日間咧喺香港嘅西南面大約250公里處掠過。呢個烈風影響啦，咁所以咧就呢個8號風球咧係將會喺今朝早維持嘅。天氣方面咧，我哋會吹呢個強風至烈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高地咧係間中吹暴風，海面咧有大至非常大浪。同埋有呢個狂風大驟雨嘅。喺尤特吹襲之下，朝早仍然有唔少人出街，而多種嘅公共交通工具都暫停服務。港鐵同埋部分嘅巴士路線維持有限度服務。尤特嘅威力延續至朝早，風勢凌厲，圍角浪。朝早嘅港島東區大風，但係冇乜雨，唔少人都堅持喺風中鍛鍊身體。會唔會話擔心即係都危險啊？大風都呢個冇乜影響嗰度。係點解嘅？呢個安全啩，我覺得。係點樣安全法啊？呢附近？好少話冧嘢都。因為呢邊東南風咧，我吹東南，因為東北風冇乜影響，所以我可以落嚟。如果東北風我就唔嚟㗎啦。朝早仲係8號風球，咁天氣持續唔穩定，市民都帶齊雨具出門。港鐵喺朝早大約5點半開始維持有限度服務，大約10至15分鐘一班。喺巴士方面，九巴、新巴同埋城巴暫停服務，咁只有部分東鐵線接駁巴士同埋機場線維持住有限度服務。而來往珀麗灣嘅接駁巴士就大約半個鐘頭一班。喺渡輪方面，新渡輪、港九小輪、天星小輪同埋港外線全面停航，直至另行通告。而上環港澳客運碼頭同埋尖沙咀中港碼頭亦都暫時關閉。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道。林彥邦依家就喺石澳泳灘㗎。早晨，林彥邦，有冇市民咧喺打風之下仍然嚟到滑浪啊？林彥邦，係我而家咧就係喺呢一個石澳嘅泳灘嗰度㗎。咁咧因為咧係呢個颱風尤特啦，就喺香港嘅西南面嗰度掠過啦。咁所以咧喺石澳呢一度咧南面嘅地方咧個風勢係非常之強。咁咧即使而家咧着住雨褸啦，咁但係喺呢個強風之下咧，啲雨打埋塊面同埋個身嗰度咧，直頭係覺得凍㗎。咁雖然係咁大風咁大雨啦，咁但係其實咧喺泳灘嗰度咧都見到好大浪，但係仍然咧係有一啲市民咧嚟到呢一度咧就係衝浪嘅。啱啱咧就見到咧就有市民咧拎住呢個滑浪板咧就喺呢一個泳灘嗰度咧，咁佢頭先咧其實咧就已經啱啱咧就喺石澳泳灘呢一度咧就係滑完浪㗎啦。咁咧我哋會喺度繼續跟進住最新嘅情況，先將時間交翻俾你啊。好啊，唔該你。喺尤特嘅吹襲下，一個26歲女人受傷送院，經治療後已經出院。另外有41個人入住民政事務總署嘅臨時庇護站。政府就接到3宗冧樹報告。